大家好，近日因為什麼用 AI 照抄明朝嘅影片，激起咗兩隻遊戲 fans 嘅憤怒，繼而令巴哈排名上升，再一次嚴上雙發。直到我寫稿呢一刻，什麼官方頭先出咗道歉文。其實今日就唔係想講什麼遊戲有冇抄，而係想講之前令我退坑，甚至決定永遠唔再玩嘅原因，一直都係呢間垃圾官方。第一，嚴上雙發，呢個應該係街知巷聞，每次都出一個有爭議或者玩家反感嘅決定，然後令巴哈區嘅玩家不斷嘈，因為討論度增加，所以巴哈排名上升，令曝光率大增。之後官方就會扮聽到玩家意見，發文講我哋收到你哋嘅意見啦，重複咗13年啦。例如俗稱嘅 AB 稿，什麼每次出舊卡強化新合作都必然會經歷嘅階段，先出一個倍率比較低、解盾比較少嘅卡，嚴上之後拎出強化咗嘅版本。雖然官方曾經有解釋過嚴上雙發唔係佢哋嘅本意，但係什麼每一次都咁樣做，完全係史丹利嗰句，佢嘅道歉每次都好誠懇。而下一次佢又咁樣做啦。第二，官方意見未必接受，態度一定照舊。一個好嘅遊戲，官方係會收集玩家意見。什麼以前嘅做法就係 DC 開一個限時環節俾玩家去問官方人員，實際上佢哋嘅答案都係模棱兩可，而且唔係人人都會去問。官方當然將問嘅人都當成臭四啦。最記得當時有人問延禧係咪絕版，官方答黑加加很可愛啊。以前什麼專業呢，仲有一個什麼改革部環節，聲稱會就住留言最多人讚嘅問題喺下星期答。一開始我都覺得幾好，起碼官方要正面回答大家嘅問題，雖然都係敷衍回答，但後來呢個環節消失咗，因為官方講由於好多人編輯過最多讚嘅留言，令到呢個環節失去意義。先唔講你可以睇翻編輯記錄，歸根究底係官方冇正視過玩家嘅問題，經常懶處理就當冇事。如果你官方願意拎個心出嚟交流，根本唔需要做戲俾人睇。隔離中式塵埃嚴上，每次都會有製作人道歉，又會同玩家做問卷調查，收集大家呢個版本嘅體驗同意見，仲要每個月直播都會將問卷嘅結果列出嚟分析劃重點嚟講。而什麼只係俾我感覺越嚟越封建，完全唔透明啊！講起製作人就要講第三，就係從來冇人需要問責。我都唔講要你揾 Terry， 其實佢仲有冇理呢隻遊戲都唔知。就算今次嘅道歉文都係講會認真面對，加強審查，冇回應過巴哈玩家認為 AI 影片冇質感冇幫助，唔會令玩家有好感呢回事。而冇人需要問責嘅結果就係官方一直擺爛，惡性循環，做錯就抱歉5粒石收聲啦魔法師，死忠玩家又係繼續留低縱容呢間垃圾公司。所以我都唔想再為呢個遊戲花上更多時間同心力啦，只可以話恨鐵不成鋼。